10会会谈2点外钟，中国官方媒体强调台湾是中美重要的议题。不过美国白宫表示讲，双方并无讲到台湾议题。英国舆论也深号诺罗病毒数十人患病，这2天伫法国瓦港，法国要求无爽快的人伫咧尊重隔离。在野党提调国防特别预算4700多亿，国防部表示，提调的钱是影响建立台湾基准，但因为库存也无够120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薇，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看这美国总统 Trump 访问中国，头拄这暗时的国宴是双方交流的重要场合。开到进前，习近平甲 Trump 拢有分别致辞。Trump 是公开邀请习近平阿某今年9月20日访问美国。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goes all the way back to America's founding.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to China, Samuel Shaw, arrived on the first American trading ship to reach these shores in 1784. 中国下暗准备的国宴菜系是淮扬菜。中国有真侪重要的宴会拢会准备这个菜系，包含中国本身的国家庆典，也有2002年时任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款待美国总统小布希的时，也是准备淮扬菜。美国总统 Trump 在暗到中国了后，是伊让9年了后，搁再去中国访问。今仔日早起10点，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齐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仪式。这现场是放20以上礼炮甲欢迎，2个人握手伫20外秒，2个人也将客气相抱。这 Trump 讲习近平是优秀的领导人，习近平讲这中美应该是朋友，毋是对手。仪式结束了后，双方就开始会谈，讲2点外钟。方向讲主要的议题就是这台湾。关税也有科技竞争和伊朗战争的状况。会谈结束了后，这中国官方媒体就随发布新闻稿。中国外交部也开记者会，讲这习近平咧会谈的时阵是有强调，台湾是中国甲美国之间真重要的议题。若是处理了无妥当，双方就会对决，甚至会起冲突。呼吁这美国迄边就要谨慎处理。不过，Trump 这边主要是希望讲中国会当出面斗阻挡伊朗的代志，并无讲到咱台湾这边的状况。美国白宫的报告暗头也证实，这双方的会谈并无讲到台湾议题，甲中国的官方媒体的报道是天差地。美国总统川普14日访问北京，川普先伫人民大会堂头前接受盛大欢迎仪式，了后双方伫友好气氛之下展开会谈。习近平将中美建设性建立稳定关系，定位做两国未来关系新方向。川普是俄罗斯习近平是优秀的领导人，希望两国关系愈来愈好。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伫2点外钟的闭门高层对话内底，双方讲到台湾关税、科技竞争甲伊朗战争等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尔塞斯甲中国国防部长党军斗阵伫谈判桌，也被认为是甲过去无甲同共款的现象。对台湾议题，中国官媒新华社甲央视对伫会谈结束了后，马上发布新闻稿。中国外交部也伫了后记者会，搁一摆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内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双方也针对中东局势、俄乌克兰战争甲朝鲜半岛问题交换意见，佮同意互相支持今年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甲集团体峰会。
在会议结束了后，两人到顶去历史古迹天坛参观，两人共享一段文化交流时间。面对美国记者提问，川普甲以前无同，是正赞赞。Great. Great place. Incredible. China's beautiful. 公司新闻单新闻评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川习会时强调讲，台湾议题若是处理无好势，美中都会对价。针对这款讲法，赖行政院的发言人是回应讲，这中国的军事威胁，才是台海甲印太地区唯一无安全的因素。总统是不是都有开会掌握川习会？对川习会讲到台湾议题，总统大清在参加国军后方总兵激动前医疗大楼落成启用典礼，宣布正面回应暗过伫致辞时，特别讲到地线冲突及军事是保存战略重要的关键。战伤的救护我们要持续加强，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忘。第二个呢，学品的供需，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军品供需的抽血站。输血站，这个工程务必也要如期如此完工。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总统川普讲到台湾议题是上重要问题，处理不好，能够对上卡甚至冲突。行政院发言人以会旨回应政府正面看待，有助区域经济稳定，管理维权扩张带来风险。管团队也甲美方保持密切联络，美方也表示对台坚定支持立场。中国的军事威胁才是对台海以及印太地区唯一的不安全的因素。持续的强化国防，有效的共同的吓阻，才是确保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关键。外交部回应台海不稳定唯一因素是中国维权扩张主义行为，台湾继续甲美方甲理念接近的国家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在向要求国安团队就各种情形做好沙盘推演。当6项保证被挑战，而军购的这个金额或者是军购是否成就变成谈判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冲击。我们会关注的是习近平会不会利用我们立法院上个礼拜5的投票的结果，来要求就是美国，那当然就是有任何的在军购上的，我想这才是最大的风险。民进党团干组长曾水雄表示，中国是印太地区上大威胁，美中两大强权亲像两只枪，开讲比相拍较好。台湾是爱观察美中后续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关注两位国家领袖的言论，对川去中国访问的企业界头人也引起讨论。这回计共是有17间美国企业的负责人对川去中国，一寡公司的持达加起来就超过380条的代票。9当前对川访问中国的企业主要是传统制造业，这回是大变动，是以科技业为主。譬如讲，这苹果公司今年头一季 iPhone 伫咧中国的出货量是输给华为。这执行长库克意见这抓，就是5万会当扩大 iPhone 伫咧中国的市场。也若是电动车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是5万因电动车自动驾驶软体的限制会当放量扩大销量。也若是这个上尾才就飞机的飞弹执行长黄仁勋，因为这美中的科技战，美国政府限制晶片出口，互因飞弹是进退两难。伊是5万讲会当争取放量 AI 晶片的出口限制。针对美国已经开放销中国的 H200晶片，目前嘛也未完成任何交易。黄仁勋也5万讲会当争取到中国企业的订单。美国总统川普带17间美国总持单上调美金的企业负责人去中国访问，投资人欢迎川习会影响办事。亚洲股市有起伏啦，单价方面，日经225指数开盘落了后马上反弹，搁伫早盘交易时间创下63667.66点的历史新高。香港恒生指数是开盘起1.7%。韩国股市也起，香港资深市场观察家表示，希望川习会未带来任何意外。No difference whatsoever. I think the best thing is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do nothing. 这班甲川普斗阵去的美国商界代表团，有金融、科技、航空甲农业领域，甲2017年互用名单比起来，规模为19人减少到17人。
重点明显转移。2017年名单，能源甲化工领域占的人数将近一半，工业甲科技领域各有5人，显示迄时阵重点伫能源出口甲传统制造业合作。今年转向高科技甲金融业，加起来有14人，工业甲农业3人，显示目前转向科技供应链稳定、金融市场开放甲数位经济等新领域来拓展。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临时加入川普的访问行程。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包含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甲京东在内10间中国企业买回答 H200 晶片，每一个采购上限是7.5万粒晶片。外联想甲鸿海以开附属空电分销商也核准伫中国卖 H200。美国的许可条款内底，买人应直接向回答或者是透过中间商买 H200 晶片，不过到即马还未完成任何一笔交付。到定期的苹果执行长库克数据显示，苹果伫第一季的出货量落伫华为的后面，即摆是稳定苹果伫中国的品牌形象。各位接任执行长的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特纳斯普罗，甲川普建立良好的关系。特斯拉甲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即摆重点是放伫原地内部测试甲监管审核阶段。特斯拉上悬级别辅助驾驶系统 FSD， 希望伫今年第3季合规上市。公司新闻新闻背朋友。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参议院今仔日发生枪案，目前是全面封锁。去当阵去互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议员德拉罗莎，是当咧议院内底寻求庇护。We agree that the thing to do now is to tell our people all to calm down, and we will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Alamin natin kung sino ang gumawa nitong gulo na ito. 菲律宾的总统府今仔日开记者会说明，讲这枪声是参议院的警察队甲国家的调查局人员开枪示警，无人受伤。原来是参议员德拉罗莎是因为扫毒的行动手段受过超过，去互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伫咧议场内底寻求庇护。外界咧要讲，这场枪案可能就是为着要掠伊，不过菲律宾的政府已经否认。顶日是有游轮汉他病毒感染，这阵又搁出现另外一只游轮是出现集体诺罗病毒，20个人破病。这是一只英国游轮亚心号，这2天伫咧法国的波尔多港瓦港。法国是要要求所有的游客甲工作人员拢袂使落船，不过这阵是已经有稳准完全无镜头的游客落船。无爽快的人，游员爱家己咧家己的船顶绑紧隔离。法国游船丰迪亚斯号最近爆发汉他病毒，引发国际关心。12停伫咧法国西部港口波尔多的英国的游船亚心号，嘛逼出有诺罗病毒的集体感染。一个92岁英国的乘客11往生，证实和这波感染无关系，因为船顶已经有50个人出现甲急性消化道感染要讲的镜头。法国官方就要求游船必须爱采取隔离的措施，船顶1233个乘客，也有514个船员拢袂当落船。C'est un arrêt cardiaque chez une personne très âgée pour lequel la réanimation n'a pas permis une reprise des fonctions vitales. Cet arrêt cardiaque peut être lié à de multiples causes. 这只亚心号游船是属于英国大赛游船公司，这间公司的官方面册就显示，亚心号车八为贝尔法斯特出发，停伫咧英国利物浦了后，车9就离开啊。船顶大多数拢是英国籍，还有爱尔兰人。英国在地卫生部门就表示，禁止乘客落船是暂时的。经过检测，法国政府已经解除封锁，但若稳准完全无镜头的旅客分配落船进行华顶的观光。若那身体无爽快旅客，就必须要继续留伫咧船内，强制隔离，交予医护人员来照顾。All of the people that have symptoms have been kept in their cabins. They have been looked after by staff, and water has been brought to them, food has been brought to them. Whenever the food is finished, it's wrapped up in a proper bag, left outside the door, and then properly disposed of or cleaned or whatever they do. So, all good.
也那洪迪亚斯号最近爆发的汉他病毒，13经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证实是安第斯病毒株。这个病毒株是人甲动物互通的传染病，确是目前唯一已经知影会当透过密切接触人喂人的汉他病毒株，致死率有50%。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目前无迹象显示洪迪亚斯号顶头的汉他病毒甲已经知影的病毒株有无共款，所以是一件单一的动物喂人的事件。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英国国会开议典礼由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亲身公布未来施政计划。这执政党共党顶礼拜伫咧地方选举是输甲下下，目前这政党是当咧变动。不过，这场选战也为咱台湾留下一项新纪录。头一届有台下当选苏吉兰的议员，伊是就医派。就医派是望讲会当用台湾的健保经验来帮助苏吉兰医疗改革，也要增加台湾甲苏吉兰交流。来看公司的国际记者伫咧英国的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才在我背后的英国议会宣布了未来1年英国政府预期展开的工作计划跟法案，但目前为止，英国首相施凯尔是否为地方选举的惨败下台负责，还悬而未决。英国政坛的动荡，短期之内恐怕还难以平息。国王查尔斯坐正盛大的马车，对白金汉宫到议会，传达政府伫新会期的议程，政府计划要通过的37项法案，但是伫工党的内部要求施凯尔落台的声势一直出来，这施政计划将有可能因为首相落台，说落来就无消无息。This King's Speech gives us the strength we need, the economic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o control our future in a chaotic world. 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4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积极挑战者之一的卫生大臣去当年加17分，和媒体拢在要发生的代志。Did you ask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Do you want the job or not? 这场英国的地方大选，苏格兰议会嘛是全面改选，对1999年苏格兰议会设立以来第一摆有台湾背景的人士当选。我爸爸说你太鸡婆了，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帮忙人家，帮助别人。先我们照议员的official picture， 我的我通常戴一个头盔，我戴的是一个布农部落部族的，一点点台湾在我的那 official picture 上面。在新北永和出席的就医派是代表自民党摕到东北选区的席次，伊表示未来会参考台湾健保的经验，帮助苏格兰做医疗改革，而且希望在力量、经贸和文化领域做中的局，深化双边的交流。公司国际记者洪雅芳英国报道。镜头转来看咱国内，国防特别预算顶礼拜是总算通过啊，金额是7800亿，不过是有4700亿去互在野党抬掉。国防部就表示，这寡抬掉的钱会影响战力，台湾基顿无法度建立40公里以上的飞弹拦查网，弹药的库存也无够120公。行政院长杜永泰就提出3种方案，只是国防部就要赶紧甲预算的空棚补起来。无人机作为国军的新兴战略，国防部原本要透过1.25条特别预算，采购无人载具 AI 系统整合，按过伫看议案来通过7800亿，在野人手散图毁灭上50来4700亿。国防部10时对外说明，互国防战略出现缺口，三大部分包含强攻飞弹、并海攻击等无人机、无人艇、可携式无人机反制系统，只管决策是摕到 AI 辅助，部队各自套件台湾战术网络，另外弹药、机动作战器材。负责战场检索的瑞星自行等多种的无人机，也被封杀。在野国三独代表共同研发加采购合作，没有演，没有，然后也没有充分的营养。那即便是拳脚的部分，这个也是一样，这个脚趾头、手指头，这个各断了很多个部分，其实不是过了62%，它对战力的打击是没有办法估计的。预算3度增加，国防部表示无法度建立40公里以上空战的飞弹拦查网，影响台湾基顿的建构。甲面临中央海空封锁，咱的弹药存量无够170公，较会失去作战的持续力。行政院长杜永泰提出3解套方案，要补助4700亿的空棚。是否再提特别预算？是否追加预算
或是采行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各种方式，在符合宪法及预算法的规定之下，我们紧速的回应。在一般预算里面，有一些计划性预算，可以跨年度的预算来去培植我国的国防产业链。行政院不论是应用哪一种因应方式，都能够跟国会做完整的说明。针对海马斯多公会前第一日前备行31特别告期，按过立法院目前也无通过预算案，时间紧张面临促销。我们会紧速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会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陈文清表示，要并月底完成复籍，在紧迫情形之下向议完成报告，并且预算书经过正义审查队申请动机，有必检视应变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新庄今日早起8点外是有工地应急倒去，一个台湾工人对17楼悬摔落来，加在生命现象稳定。不过，另外一个越南籍的移工是去互物件跌着，不幸死亡。这现场的安全防护是做了不好势，阁有几多项违规。新北市的工务局已经下令业者停工，要甲伊罚9万。吊车架也甲规头发应该一个吊起来。这个伫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附近的工地，14早起8点外发生应该倒来意外。有一个工人自17层楼管摔来，另外一个地面的工人被跌掉。8点半跟8点15分中间，我看到救护车、消防车的声音就出来。那一刻我刚好一打开，站了一下子，我就看到那活生生掉下，我的亲人哎呦，才能会不会被压到？附近的徛家讲，前几天就看到物件落来，无想到讲过几天就发生伤亡意外。这件竟然是公办多建案方向建设兴建。是地上27层，总共33层的建筑大楼，结果体已经好啊，正伫咧拆营架啊。因为最近天气无好，工人早起也搁伫咧评估讲，敢适合继续拆营架啊，无想到讲就发生意外。有一位本国籍的劳工是送亚东医院，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已经到院前死亡。那目前呢，工地也是全面停工的状态。对管的所在下来是咱国的工人，主要是脚骨长期加身躯真侪所在刺伤，送病了后生命现象稳定，留伫病院观察。因若伫咧地面和婴儿跌着，送病了后救袂大的是一位越南籍的失联移工。工务局讲现场无做好安全防护，涉嫌违反建筑法定规定，依法下令停工，并且罚9万。土木技师伫现场勘查，讲婴架顶头有蹲物件。多出来的重量对鹰架本身是一个加载的荷重的影响。那这个拆除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我们确定是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深入去了解、去鉴定、去探讨。土木技师讲，鹰架倒来原因也该进一步调查。因为业者因为涉嫌请失联移工违反就业服务法，将会移请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进行查处。记者综合报道。淡江大桥5月12正式通车，不过这机车道无到2米5，就互真侪人讲实在伤过危险。有一个民众就倒咧机车道拍影片，讲是要呈现这跨道的问题。不过倒咧车道这款行为本身就已经真危险嘛，已经违规，警方会开罚单。另外，毛里长反映讲，这落雨的时，桥顶的路会粗，望相关单位改善。奥多巴一台接一台，徛起伫淡江大桥的机车道。淡江大桥伫正式通车了后，或者在奥多巴往返淡水和八里之间的民众省真侪车停。不过对机车道的跨度，大家感觉无同。是有一点点，但是就是慢慢骑，其实还可以。我觉得还好，刚刚有2台车从旁边超过去都可以。如果说想要让别人超车的话，就偏左边一点。淡江大桥机车道的宽度惹议，有民众为了实测，就直接骑车上桥，在路中央横躺，引发讨论。有民众质疑讲，这机车道实际当徛的空间是无到2.5公尺。伫通车第一天，就伫淡江大桥机车道直接倒落，切跨道佮翕影片发去伫网络。不过伫车道顶悬倒落是违反规定。公路局伫收集事情了后，暂时向警方检举。就是先收集这个相关的资料，然后目前已经将相关
关资料先移送给新北市的警察局的部分去做一个取缔的动作。公路局嘛呼吁过路人应该照规定来使用公路，嘛强调会持续选择淡江大桥的机车道，尽量莫并排骑车，也是凊彩超车。不过除了机车道的跨道引起关注，这2天北部是定落雨，在地里长讲有民众去使用行人自行车道，感觉这路拢是淡淡骨骨。在刹车的时候，其实他们觉得有点过滑了，可能铺面的关系，他们希望如果可以改善是最好，因为确实走起来是有点过滑。里长嘛讲，有民众为着迄画面是凊彩对人行道下到乌托邦道去翕相，恐惊是较会发生意外。警方嘛提醒讲，伫淡江大桥乌白驶车也是违规停车，会罚款3000以上6000以下，而且严格禁止伫桥顶停车翕相，也是停伫遐。记者综合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暗时11点，同一个时间再相会。